生了变数对不对？这个是有小数反方对不对？像我有小数里面对不对？拢叫做成变的物件。但是不生不灭这句话，是先讲什物件？你讲这个，不生这物件，这个叫做不生。咱今日轮回，对不对？咱是轮回做生物件，如果你做到第一啦，做畜生啦，嘛是你这个不生咧轮回咧，是你压着一个是咱这只猪的迄种啊猪空咧。迄日我拄则要来时，我看着网络，迄个网络我就走，迄只猪仔偌大只，我外父你知影？啊，做庙时啊，两只脚规个，规两只脚后壁两只脚仔，而啊规个针仔头，拢来看只猪，伊讲迄只猪来咧忏悔，啊只猪要来皈依，啊你甲你甲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甲念迄只猪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甲念。伊讲迄只猪来跪啊，针仔头拢来看迄只猪跪啊咧忏悔，迄只猪吼而啊改变因针仔头偌济人食素食，你敢知影？但是听讲迄个讲吼，迄只猪叫走出来主人吼，迄个吹叫吹来讲，迄个宝就掠杀掉，迄个宝就可掠杀掉，人咧甲迄个主人讲，你即只猪吼，会使来跪遮。一定人家己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人应该二只皈依，人家皈依佛法，人家皈依佛祖，啊你上个掠杀掉，迄主人安怎讲？你知无？啊你也两只老虎，讲你有两只老虎，所以这个可见啥？你咱人出生在里底，是因为以前世人是要无生，叫走命去，所以咱今日你要知影，咱有一个不生对。所以叫做不生不灭，迄只猪嘛是一个不生灵内底不生不灭。所以迄个猪怎么迄个不生，甲把迄个不生完全无相像，拢相像，就是我拄则讲，因为伊的自性中，伊有种，哦，8%、90%、80%、70%、60%、50%、40%、30%、10%、10%。好，这个叫做佛的法界8%。好，这个叫做菩萨的法界90%。这个叫辟支佛的法界80%。这个叫阿罗汉的法界70%。这个叫天神的法界60%。这个叫人的法界50%。咱人说50%，这就是讲跟。就参这咱来法界。好，40%，就讲啦，有几多？好，30%，哦，这个40%就是讲啦，阿修罗法界，剩40%的方面尔，30%就是讲有几多？20%就讲叫畜生道。10%就叫做地狱道。理论应该看较有啦吼。因为本来伊走到存20%尔，20%伊的光明尔，伊80%的黑暗。安尼讲听有意思？佛是叫做圆满无缺100%，菩萨10%的黑暗尔，90%的光明。辟支佛20%的黑暗尔，80%的光明。阿修罗30%的黑暗尔，70%的光明。天神到啥来？这爱轮回啊！这爱轮回啊！好，这对天神开始来，这爱轮回。所以呢，天神也有60%的光明，有福报也好，所以伊有40%的光明。咱人分一半50%的黑暗，啊50%的光明。我即马是咧讲咧论，这是以心咧论哦，以心点咧论，以人的心点咧论哦。虽然咱听说遮人拢人，但是咱问看咱的自性中的光明伫对一个所在，毋是讲哦，咱人就一定50%哦，虽
的，我是安尼比着一个数据咧比的哦。哦，太阳北尾，哦，中间设计还是食毒，你看50%的方面。我若安尼当中含咧差不多咧含一个人咧做善事、做佛事、做善，咱离即个人，即个心嘛是阮有100%的啊，人足美啊，人修到是足好个啊，嘛有90%的啊，嘛有100%，嘛有700%的方面的啊。所以咱学恁就是用一个数据，是差不多即条心，你离去什么意境，离什么公平，你就落去什么位。阿修罗40%，这阿修罗是离三善道、六道论的三善道的上尾。三善道第一个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三善道。阿修罗道本质就是哪？阿修罗道人诚福，阿修罗道人诚福，但是阿修罗道有亲缘心。阿修罗道人因为伊甲天神斗法，做到甲天神斗法，所以阿修罗本质就是有亲缘心，看到人好伊就来好。所以呢，伊有福，所以因为伊旦落三善道的上尾，三恶道就落几个九善道第二道。那落几道来是30%尔，70%的话，到九善道来，我来讲一下一样，你讲，人等下人迄个仔伫咧安怎，伫咧插花，哦，伫咧规伊，迄个波长咧有条件可数。啊，今日去，若真正走起去，迄外边个你讲啥？迄真走边啊？迄无法度啊！你个吼，迄种没有台知影毋知？即有用台知影，但是伊目屎咧流，伊个无法度啊！你我都无啊！啊，你嘛毋甲救啊？啊，无即只救啊囝！啊，人世间的人，咱众生人爱食猪肉，爱食牛肉，我无去卖牛肉，众生要食什么牛肉？对不对？啊，就食众生，食海有咱众生食，即人咱台人，无咱人食，你放什么人当食？当作是咱人，哦，啊是牛，咱人袂使食人，人食人叫做有罪，啊人食牛叫做无罪，人食猪叫做无罪，安尼啦，哦。啊，即人来食哪呢？人来食，迄个啊，中国大陆咧讲啥物件？什么熊啊？猫熊，有做无？要不要阿公来给拍钱好个？伊个讲叫做哪？讲保护动物啊，哦，珍贵的动物啊，哦，稀有的动物啊，哦，伊个叫做保护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人有法律保护咱人，啊，咱人即人伊索比亚、索马利亚迄边呢？爱是离非洲边来，叙利亚边呢，迄以前咱人死不了歹。你什么人要看出？已经无国家保护，什么人要甲看出？离咱台湾若死一个去讲，哦，这真正大条代志个，对不对？离咱台湾讲几只你家己睇睇个，我常咧讲我厝啊迄个所在，外老王的地条，哇，差不多2、3、4、5个，迄猪仔就超大只。我常常我讲太太，即大只我可能两年要跑一可数啊。2年我去迄个泰国就讲开条了了，我惊到贵都抬了，不然亲戚也贵都抬了。伊个欢喜啊，逐日伫遐食到爽欢喜，但是伊个生命法律结束，袂当走落来。但是伊嘛是做无奈，伊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自信人内底。但是伊才走边啊，所以今日就是伊过去伫咱这当中，伊个自信力在活，到回家来，伊才走边啊。但是咱今日修道，咱今日听道理，咱今日文化，咱今日行善，就是要增加咱的能量，对10%的能量，到20%、30%、40%、50%、60%、70%、80%、90%、100%提升能量，这个叫做好。咱不断的行善，就是增咱内心的能量，离这个学界，离学界的吼，社会是有能量。离咱道场离佛教，离佛教就是讲啊，讲光明，叫做光明。我在讲光明，民俗无相像，但是艺术相像。所以咱啊，过年拢袂去庙寺点光明灯过。哦，是啊，你爱点光明。就是你无明，咱爱点光明，
啊，点光明，讲伫咧点光明，当然这是一个啦。世间人来讲，咱的自信中乌白，咱来去点光明。但是咱拢点不着所在，今日咱不锻炼咱的行法，咱会了解真理，点了咱的文化，增加咱心灵的能量量。所以才讲讲，无上菩提，说得人的色本身，见性本性，听好哦。无上菩提毋是文字内底，无上菩提毋是声色内底，无上菩提就是你有具备一点不生不灭的物件，在性命无加，在烦恼无减，叫啥啦？叫做自性。好，有一切时中，念念自觉，万法无离。一真一切的万境自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实来讲到啥？这段刚刚讲啥？好，有一切时中，伊就时中的念中，念念自觉，什么叫做念念自觉？咱所无念拢爱清净念，咱真做在50念，咱真种细细念，真念、金念、吉破念，念念不变，哦，这个强白念。自真念、经念、吉破念、念念不变，哦，这个做，这个做，贪嗔念，愿一时，愿一时消灭，因果去，咱若做关键后壁就出问题。真念、经念、吉破念、念念清净念，这句话就是简单啦。有一切时中，咱伫娱乐时中内底啦，咱只要心爱保持清净，叫做念念自觉。念念自觉啥物件？念念自觉，咱念念自觉就咱的发心，念念自觉就咱的发心。发心叫做自性，听好哈，发心叫做自性。念念就是咱的自，咱的自性清净，自性清净。咱这个清净心，咱保持着咱这个心完全是拢清净，咱就顺风啊，咱就到这个世界。好，咱念然念，咱时时念念，拢就是念念，念念拢就是咧念，拢就是咧念念，拢咧然。念什物件？好，今日我若听了一句，我袂介意。念念去了袂害，有念有无？我若听了一句对我较好诶，我嘛欢喜到要害，有念有无？所有你即个物件内底，你无有一时你这个心清净，咱这个心够无用诶。真正咧，较无学几项时啊，我就昨我离咱讲我当伫迄个爱上讲来做工，我当讲讲，好，真诶人，世间即马。什么药啊？未了上好，爱补药啊，是毋是安尼？爱补药未了上好，伫一个世界，爱补药未了上，现在伊困袂去，哦，一个人你若长期是困袂去，你甲看，伊明仔载精神就对无，对不对？伊的心一定浮躁，人就一定会输，人头壳就无听车，好，无未来底，一定是啥物？忧郁症，较严重，我们叫躁郁症。这忧郁症、躁郁症，你甲看病，精神科排一堆，你出去甲看人去到病，你甲看精神科排一堆，是安怎？因为物质造成互一个人，迄个心太烦躁，一个人做这个社会物质丰富，这个科技的带来咱人有一手机啊。就该害死。世界上端午的这个手机啊，你要相信无？世界上端午的这个手机啊，只若要手机，只若无一个定位性的手机，叫做 LKK 啊，吼 ，LKK 啊 ，LKK 听无？老酷的啊，啊，伊就袂晓用手机啊，叫 LKK。只若少年的，阮阿孙呢，一个手夹夹的。密码呢？密码伊啥甲你开密码哦？啊，讲密码，伊个密码也开袂开啊？我甲你讲，啊，讲密码呢？好，啊，然后伊啥甲你开始咧看伊内底，伊内底就是伊爱看物件。咱的手机内底有好多物件，所有的物件，你伫世界所有的物件，无论你看
看经典，你要看道理，你要看小台的，你要看色情的，你要看清气的，你要买毒品的，哦，就反正你想到要买，迄内底就讲，迄内底就，这个囡仔，伊要读册我变，伊关伫房间的内底当中，你做爸母人想讲，迄个囡仔出面在读册，伊房间伊内关当中我甲买手机，甲看到3点半暝，甲看到要天光，拢无困，你毋知影？你敢知影？你毋知你想好无？即个才认真咧读册，伊拢咧看手机咧读册，看到啦，看到拍个人拢跳舞，迄叫做精神耗尽，因为所有拢叫即个手机来力量，所以咱今日有亲情有无？咱没有亲情，因为进愈来众生愈歹度，哦。进愈来愈歹修，进愈来心愈袂平静，咱愈修愈浮躁，心物件，变成一个手机啊，看来上重要。即摆讲话吼，讲咱老人就讲咱大家，真正好上重要。所以今日免咱念念自觉，免咱念念清净，免咱念念无碍，免咱念念无了，免咱念念自觉，免咱念念这个。所以你看起来，拢总这个念，拢总复杂念，你变咱去事件啊，对不对？愈念，我拄则讲，本来乌云愈来大，即本来愈念乌云愈大，乌云愈大，乌云咱到，要实在讲，要实在见性。所以呢，免咱万法无知，迄个万法无知，迄个无知，就是讲自爱，该意思。爱，万法无碍，知这个知就是解，这个知就是解说叫做爱的意思。什么叫做万法？万法就叫做一切法，万法无知，这个万法叫做一切法。凡所有上的物件，你看会到，你听会到，拢总引起一切物件，就包括这个手机内底当中，这种种万法。所以，就咱讲。万法同叫一切法，一切法来使解释叫做万法，万法来使叫做一切法。反正一切事相内底当中叫做万法。无知就是讲，你今日一切内底当中，拢无甲你界定，拢无所谓的。看有迄境界啊，人咧咬你，我也无解。哦，人甲出，我嘛无解。哦，人甲批评，我嘛无解。哦，那个学了我嘛无解，这句话就是有这个意思。因为咱自性中本来就有未清净嘛，本来就有解嘛，解就对啦。缘起无好歹，好歹才缘起嘛。缘起就是讲万法，一切叫做缘起嘛，一切叫做缘起嘛，缘起嘛，缘起嘛。所以缘起一切了后，你一切万法内底当中，你只要心有念清净无，这句话就是讲安尼。你本性中内底当中。伊就是，无论着你受到一切外在委屈，你这个心拢总无动摇，拢总清净，这个本性就是有这个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，伊讲啊，三风以前都改变色。三风以前，因为今日迄个山咧大放，我伫山骹的时阵，我不改变色，现在不改变色。因为今日我无有一个生，我无有一个死，我生是一直。因为咱有一个色，有这个色，这个叫做分别。有这个色，到生死一直。你另外这个境界，啥东西，咱分到外利用迄个所在，咱想讲诶，互外利用这才是类似无意识，无我想无印象，无正式想无实在想。是不是外利用？外利用啦，换做咱中国叫做极恶的恶，邪恶的恶，叫做外利用，叫邪恶的恶。啊，这个外利用，有一日当中，去哪带一个仙女，啊去咧创啊，去咧拍人，啊去游山玩水。但是个当中呢，伊外利用，这个极恶的恶，因为中到时啊。啊，去咧小溪，去咧迄个时阵，啊，从爱的时阵啊，迄中午啊，调皮的
公里啊，他袂讲人17八岁来头2公里，我袂走，我走一走到山洞内底，看到人啊，引入先人，引入先人是过去的即个未来佛道的过去，迄个引入是，多年的介绍也打出，所以调皮的公民，佛道就讲，引入先人。